杨梅镇产杨梅，听来理所当然，开始却不是这样。因为我以前是杨梅的镇长，那么一乡一特色，复兴乡水蜜桃、观音莲花、大湖草莓、杨梅没东西，所以我就决心来做这个。罗焕炉开地7块农田，栽植5个杨梅品种，接枝套袋通通自己来。果园里的杨梅树，高的长到快2层楼，矮的却只有1尺半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第一个田就是这个田拿来做实验室，全部从这边实验出来的，1米多的高阶，结果最后我们研究到是失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边台风大。采访这一天，农历年刚过，果园里施肥嫁接的同时得同步品管。经济效益不高的杨梅树，就算开花也得锯掉，然后等待端午节前的盛产期。杨梅果实可卖，酿醋也大受欢迎。我们全部就把它拿来做成杨梅醋。做杨梅醋的话，未来才可以在杨梅做一个伴手礼啊！所以我们这几年来，我们都有做了几千斤这个醋，先把它存起来。那一缸醋离这里远吗？你要不远吗？唔会远，是除了福州南。不远，就在这附近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掀开防尘布，用勺子拨开白色菌膜，加水稀释后是清澈的粉红色。高碱性的杨梅果实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能止渴、益肠胃，现代人很爱，老一辈却避之唯恐不及。是头皮，是利草，是容易抗奶豆。那现在说能够洗肠胃、能够减肥，现在好多人喜欢了。一种水果和一个乡镇画上等号，杨梅树却不是处处可见。罗焕炉的想法很简单，推广种杨梅，让杨梅镇更加名副其实。你要不叶么，就草呀，富圈呢。你要不叶么，就草呀，富圈呢。